呢個星期我去咗一個叫做德堡嘅城市，遠又唔算話好遠，算係比較內陸嘅地方啦。離悉尼開車大概係5個鐘頭，其中有相當一段路呢，就真係好驚，係嗰啲無人區啊！你開車呢，有咩冬瓜豆腐，你真係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即係自己執生。德堡呢個城市啊，最大嘅睇頭係個舊德堡監獄，一個已經變成博物館嘅監獄，入邊呢，有好多以前嘅監犯，展出嘅監犯簡介，竟然有大概1/3嘅人係中國人，而且仲係廣東人。你睇下其中呢幾個中國人監犯個名啊，你就知啦。咩阿星啊、阿乜乜啊，呢啲就肯定係廣東人啊。因為除咗廣東廣西，冇咩撈頭會係咁樣叫阿咩咩嘅。我講嘅係150年前嘅事啦。我諗起之前有個移民澳洲嘅河南省朋友，佢問我點解澳洲咁多人講粵語啊？我諗呢個可以係一個好好嘅答案，因為早喺150年前講粵語嘅先輩呢，已經喺度殺緊人啦。